亲爱的弟兄妹，大家平安。前2、3日前，拄是伫过这个肉粽节，我相信大家拢有食到肉粽才对啊。伫顶礼拜3下昼3点，我的教会就借着这个 Line 伫网络顶悬来举办一场办这个客家肉粽的这个示范，所以阮特别邀请阮教会一个上少年的学讲员阿明长老，引导来制作这个肉粽的过程。那么透过这个网络来分享台湾风味这个节日。因着这个疫情，大家居家隔离，安尼真郁卒的这个日子内面呢，那么借着这个网络来联络兄弟姊妹彼此的感情。上面也来怀念着迄个故乡的节日，伫时候，我们有实际上享受到阿明长老所办的这个肉粽的这个喜乐，也满足到大家少年故乡口味的这个情怀，所以阮真感谢这个长老伊的疼心。那么伫即阵，咱也要继续来呼求天父上帝怜悯。和这个喜宴的病情，会当早日来平静落来。所以今仔日，咱伫这个 YouTube 顶面的这个网络礼拜，也要恳求天父上帝赐福，和敬拜阿老上帝这个声音，会当和上帝来欢喜来感纳。和咱伫这个主日内面，也会当有这个上帝话语这个样式，圣神也要继续来引出咱头前的脚步。所以这点。请咱备办好咱的心，咱们三个来祈祷吼。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Sing Hallelujah, sing Hallelujah, 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Sing Hallelujah to the Sing Hallelujah, sing Hallelujah, sing Hallelujah, 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主爱阿爸被上帝愿满心的感谢你。Sing Hallelujah to 今仔日，我来到你主你的心目中前，要来谦卑承认我的罪行，因为我常常犯了罪。而且也无愿意去行好，还常常嘛离开正道，兼且浪费着主你的恩赐，袂记得着主你的慈爱，主啊，恳求你来赦免我，来怜悯我。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所以咱阿爸的上帝，你莫永远讲，要白白来赦免，既然悔改归你的人，那这点，求你应允救赎的恩惠，
来充满着每一粒悔改的心。但目前美国本土病毒的疫情，也阁是非常的无乐观，已经超过230多万，这个确诊人数。死亡的人数也超过12万多万，疫情并无减少，百姓因已经挡袂牢这个居家隔离，大家拢行出来，这个防疫观念已经放松落来。恳求上帝继续来保守阮大家的健康，互这个疫苗解药会当早一日来研发出来。那今仔日阮也阁是要继续来强听上帝的话，要对上帝话来得到勇气。互阮这个艰难的日子内面，会通得到安慰。求上帝祝福阮今仔日的礼拜。阮诚心的祈祷，感谢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记录伫申命记第6章第1节到第9节。第1节，这是耶和华恁的上帝所命令教示恁的诫命。律例法度，互恁伫恁所要过去得到罪孽的地来行伊，通互你甲你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接受伊一切的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命令你的，互你的日子得到久长。以色列人，你着听，着接受来行伊，互你通伫迄个老年甲美的地得到享福。人野加天极其多，亲像耶和华你的做上帝所应允你的。以色列人，你着听。耶和华咱的上帝是独一的耶和华，你着尽心、尽性、尽力听耶和华你的上帝。我今仔日所命令你，这个话着记伫你的心，也着用这勤勤教示你的子儿。无论你坐伫厝内，行伫路面，困还是起来，拢着讲论，也着绑伫你的手做记号，滴伫你两蕊目睭的中央做纪念，搁着写伫你的厝的门徛以及你的门。这是上帝的话，读甲听。这个有言，佮欢喜来遵守的人，真有福气，因为日期近了。阿明。学老结出圣神的果子。
结出生生丰盛过节，地面点点点点结过节，结出生生丰盛过节，结出仁爱的过节，结出欢喜的过节，结出和平的过节，结出生生丰盛过节，地面点点点点结过节，结出生生丰盛过节。结出吞吞的果子，结出慈悲的果子，结出善良的果子，结出生生丰盛果子，地面点点点点结果子，结出生生丰盛果子，结出忠心的果子，结出温柔的果子。结出准赞的果子，结出生生丰盛果子，地面点点点点的果子，结出生生丰盛果子，结出生生的果子，结出生生的果子，结出生生的果子，结出生生丰盛果子。生新的果子，结出生新的果子，结出生新的果子，结出生新丰盛果子，地面点点点点结果子，结出生新丰盛果子，结出仁爱的果子，结出欢喜的果子，结出和平的果子。结出生生丰盛果子，地面点点点点结果子，结出生生丰盛果子，结出吞吞的果子，结出慈悲的果子，结出善良的果子，结出生生丰盛果子，地面点点点点结果子，结出生生丰盛果子。结出忠心的果子，结出温柔的果子，结出准赞的果子，结出生生丰盛果子，地面点点点点的果子，结出生生丰盛果子，结出生新的果子，结出生新的果子。结出生新的果子，结出生生丰盛果子。生新的果子，结出生新的果子，结出生新的果子，结出生新丰盛果子，点点点点结果子，结出生新丰盛果子，结出仁爱的果子，结出欢喜的果子，结出和平。
片的果子，结出生是丰盛果子。结果子，结出生是丰盛果子，结出吞吞的果子，结出滋味的果子，结出善良的果子，结出生是丰盛果子。结果子，结出生是丰盛果子，结出忠心的果子，结出温柔的果子，结出准则的果子，结出生是丰盛果子。结果子，结出生是丰盛果子，结出相信的果子。结出相信的果子，结出相信的果子，结出相信丰盛果子。相信的果子，结出相信的果子，结出相信的果子，结出相信丰盛果子。结果子，结出相信丰盛果子，结出仁爱的果子，结出欢喜的果子，结出和平的果子。结出生是丰盛果子，结果子，结出生是丰盛果子，结出吞吞的果子，结出滋味的果子，结出善良的果子，结出生是丰盛果子。结果子，结出生是丰盛果子。结出忠心的果子，结出温柔的果子，结出准则的果子，结出相是丰盛果子。结果子，结出相是丰盛果子，结出相信的果子，结出相信的果子，结出相信的果子。结出生是丰盛果子。各位乡亲，各位亲爱的辅导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设使你若是拄拄伫搬新厝，你一定会详细的计划，要阁欠缺什么物件，要会补助的。阮伫即个牛泽市伫牧会的时阵，阮是住伫即个犹太人的社区内面。阮的隔壁厝边拢是犹太人。一般敬虔的犹太人，当伊搬到新厝的30日以内，一定会伫即个厝内每一个门的顶面，放一个伫圣经在的即个水盒仔。即个盒仔内面放着即个。按照犹太人这个界面所做这个羊皮这个光册，放伫这个盒仔内底。那么顶面就写着两位的圣经节，头一位圣经节是写着这个《申命记》第6章第4节到第9节。伊讲：以色列啦，你着听，耶和华咱上帝是独一的主。你着爱尽心、尽性、尽意、尽力，
听耶和华你的上帝。但我今仔日所吩咐恁的话，拢都要记牢伫恁的心内，也爱温存教示恁的囝儿、查某囝。无论你坐伫厝内，还是行伫路上，倒地，还是爬起来，拢都要谈论，也都爱绑伫你的手顶做记号，滴伫你的额头顶做警察，佮都要写伫你的厝的门框的顶面，并且伫你的城门顶。第二位的圣节是记载伫这个《申命记》11章13节到21节。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今仔日就无要讨论这段圣经节。伫这个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传统的中间，《申命记》第6章第40到第9节被称作是什么？这个什么？这段圣经是第一句话第一字，什么有这个听的意思？第40年旷野漂流的尾声，就伫要进入去这个应允之地以前，摩西对以色列百姓重新来宣告这个西奈山之约，凡有因就要按照遵守上帝诫命律例甲典章，互因的子子孙孙拢会通敬畏上帝。互因伫这个老年甲别的所在，通得到福气。申命记通讲是摩西这遗言，就是临终的话语。伫摩西离开世间以前，也拄拄是伫以色列百姓特别进入这个老年甲灭应允之地以前，摩西佫一摆提醒以色列百姓，一定要遵探上帝的诫命。摩西真捌这群人也真了解这群人是一群真后袂记的代志，又果是三心两意的这个百姓，只要一转心，因就真紧就袂记得上帝咯。所以呢，必须要着用着看得到的方法来提醒这些百姓，嘛教示因，互因时时会通记牢上帝。什么？这个听之字，必须爱叫做上帝百姓对上帝立约的话语应该有的第一个反应。圣神照着摩西命令以色列百姓都爱听什么？大声都爱听啥？爱知影，爱相信，要话咱的上帝是独一的主。这个是10届第一届这个精华的所在。是当日以色列百姓因信仰的核心，也是咱今仔日基督徒这个信仰的核心。以色列人拄要入去这个应允之地，虽然就这个自然风貌来讲，应允之地是老年甲灭的所在，不过呢，若是伫这个信仰状况来讲呢，伫遐却是假神遍满全地。到处拢是咧拜偶像的人，所以如果以色列百姓也无接这个持守，也话咱的上帝是独一的主，这个信念真紧就难免会落入伫假神这个魔种的中间，这是真危险的代志。所以摩西爱这群以色列百姓做出这个正确的回应，你就爱尽心、尽性、尽力。听耶和华你的上帝，那么这位将以色列百姓对埃及拯救因出来这个上帝，实在是配得因的百姓用珍贵的性命甲全部的心灵去听伊的。这也是咱今仔日咱这的属上帝今日查某囝，咱大家应该爱有的态度。摩西的方法就是实用、佮简单，人讲简单明了啊，清楚佮记会牢。所以大部分犹太人这个家庭拢按照安尼去做。所以有人讲，伫这个历史上，犹太民族虽然是有遇到这个轻视甲被排斥的这个经历，总是犹原也个是有真杰出的这个表现。
以色列国也伫这个亡国2000多年以后，再度搁再建立国家起来，这拢是因为因将摩西7套方法，实际地用伫每一日这个生活内面。所以人若要记牢这项代志，上界好的方法，就是时常来想起这件代志。日时想，眠时嘛去想。这种的这个每日思想，就人所讲，讲日有所思，就夜有所梦，保证你会记牢牢的。咱要真心、真正、真来听上帝，就爱互上帝充满在咱的心思意念内面。咱时常爱想起伊，对人讲着伊，渐渐咱对上帝认捌拿深，咱就会当拿听伊。说出一个人，若是伫着恋爱中，也是有这个喜事出现的时阵，整个的人拢无共款，会对内面发出光来。有一句话讲做容光焕发，种金光强棍，就是咧形容对心内发出的这个光，反映伫伊这个面上的顶悬。所以对咱对上帝的听，也渐渐会改变咱的外貌。这个彼得伊讲，恁虽然无看过伊，却是听伊。如今虽然未当看伊，却因为信伊，就讲袂出来，满有应景的大喜乐。这记载伫彼得前书1章第8节。有一摆我甲牧师娘去探访一个长辈，我伫因兜的这个册道的顶面，看到一张这个姊妹50几岁的时阵的一张相片。伊甲我讲，这张相片是迄个时阵还未信主。这相片顶悬这个面色是黑黑暗暗，拢无光彩。毋过伫边仔有个人我放一张这个是70多岁时所翕的相片。毋过伊甲讲，伊迄个时阵已经信主啊。这张70多岁这张相片看起来，所比这个50几的时阵的相片更较水呢，更较少年的款式。因为上帝光对伊的心内发出来，所以这两张无共款的相片就表现伫头前。摩西爱以色列人听叹的，就是我今仔日所吩咐你的话，拢着爱记伫心底。这个什么？这个听见，乃是这个命令，乃是超越这个感官意义顶的这个听见。乃是讲，伊得讲出一个信息，伊对生命产生的这影响的过程，用耳根听入去，留伫你的心中，顺探所听见的，然后彰显伫你的画面甲生活中间。最后摩西知影，希望毋单单是一代人的代志尔定呢，咱是着爱挖过世世代代的坚守的。所以伊讲也着爱温群教示恁的儿女。相时伊嘛讲到信仰必须爱这个生活化，无论你坐伫厝内，行伫路上，倒地爬起来，拢着爱谈论着，也爱绑伫你的手顶做记号，戴伫你的额头做警察，佮着爱写伫你的厝内这门框顶悬，并且伫你的城门顶。摩西吩咐以色列百姓在讲话的时阵，爱常常提起上帝的名。所以无论伫厝内，还是你行路，无论坐地、倒地，还是爬起来，拢着爱讲论上帝。所以当你真正去听一个人的时阵，你两个人一定是有讲袂了的这个话，请你去回想。当你恋爱的时阵，是不是有讲不了这个代志？不过这个时阵，如果你的太太、你的夫人还是你的丈夫，所无啥爱甲你讲话的时阵，我想你一定去想，但伊敢要有伫听我嘛？所以咱通过甲上帝讲话，通表示咱对上帝听话心。那么咱到底要对上帝讲什么话呢？我来讲任何对好朋友会当讲的话，拢通对伊讲。比如讲，
你的愿望啦，你的心中的惊吓啦，你所烦恼的代志啦，还是讲你通夸口的代志，还是讲你见笑闹开的代志，或者是你的计划，你所关心的代志，伫你生活中每一项踏踏地地的这个小可大地，拢通对伊来讲。但祈祷就是咱表面咱甲上帝讲话，有真侪人真惊祈祷呢。若要请伊祈祷的时候，一直3提示、4提示，尤其是公开祈祷时，伊佫无爱。有时阵无爱人就是讲讲唔着话，也是讲找无着适当的这个对话这个话句。有时阵嘛，唔知要安怎来做这个结束呢？所以你哪惊就哪唔敢开嘴。其实呢，上帝根本不在乎你讲对讲唔对，上帝嘛不在乎你要安怎做结束的祈祷。上帝只有看到咱欢欢喜要甲伊讲话，以及咱爱甲伊亲近这心尔点。所以你若感觉到我来感觉上帝即马离我真远呢，那么我甲你讲，这就是你爱开始甲上帝讲话的时阵咯。因为圣经甲咱讲，恁若亲近上帝，上帝就要亲近恁。所以摩西讲以色列啊，你就听，要听什么呢？就是要听上帝的声音嘛。所以当咱咧注意听甲一个人讲话的时阵，认真地听对方讲话的时，就是表示你真看重这个人。听上帝的声也是祈祷的一部分呢。或者咱你想讲祈祷就是我家己对上帝讲话来点嘛？祈祷的时，说实也是只有你家己本身对上帝讲话来点，安尼你只有祈祷一半尔。另外一半是爱安静落来听探上帝有机会对你的回应。伫约翰福音第10章最后所讲，我是好牧者。我认捌我的羊，我的羊嘛认捌我的羊捌我的声音，所以认捌大牧者的声音是一个记号。既然属于伊的羊，一定是捌伊的声音，一定会听到伊的声。那么，请问你是不是属于这个大牧者呢？但死的时，你就唔免惊吓，唔免担心，听袂到伊的声。总是你有偌久无安静落来，但听上帝对你讲话声呢？这样你试看卖呢？当你要做一项代志，要决定代志的时，而且要采取一个行动的时，请你暂时停落来，先求问上帝，讲上帝啊，对这项代志，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讲？然后就要安静，来安静听候伫伊的面前，好上帝有时间来回应你的声，来跟你讲话。所以愿意听上帝、爱上帝、跟伊讲话的人，就是听上帝伊的人。我的这个大汉查某孙啊，对细汉的时就真爱唱歌，无论是大人去做礼拜所吟的诗，也是伫主日老师所教的这个歌，也是伊的妈妈伫出来甲伊教的歌，伊拢是安尼咿咿呀呀伫唱袂停吼。有时阵伊敢若会记你其中一句话尔呢，毋过伊将迄句一直唱袂停，唱袂停，那亲像这个唱片的跳针吼，一直伫重复唱袂停啦。那么有时阵我嘛听袂出伊伫唱什么歌呢？认真听无咧。后来我查某囝甲我讲吼，这是伊家己发明的歌啦。迄个时阵，伊才是2岁半啊，无法度用教育的言语来甲人来对话，所以就借着唱歌来表达伊内心的这个感受。啊，你知嘛？咱嘛共款呢？咱是着上帝去听，咱通随时开嘴来吟诗唱歌。无论咱咧洗身躯的时，啊是伫这个灶骹咧洗碗池的时，啊是你伫这个伫割草的时，或者你咧开车的时啦，拢通开嘴大声来吟诗学落主，用歌唱来唱出你对上帝的听。咱基督徒是一群真爱吟诗唱歌的人呢。
咱唱歌互上帝听，也是甲上帝讲话一个方式。所以圣经讲，恁着邀我唱歌，才着歌声唱出咱的信仰，也才着歌声唱出咱对上帝这个听。在这里讲哦，哎呀，歹势啦，我是这个五音不全，这个杂音歌王，我袂晓唱歌啦。圣经甲咱讲哦，爱发出欢喜的声音，只有发出欢喜的声音呢，你唔免讲亲像会当唱歌的歌手，你只要是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天父上帝，安尼就够格啦。所以今仔日基督徒是上帝灵立的这个新约的这个百姓，这个约是要刻伫咱的心版内底的约，是主要所基督用伊的宝血所立的这个新的约。上帝同款要求咱爱听探这个约，爱去见证这个约，爱活出这个约。咱讲家己是跟对基督的人，是听上帝的人，总是呢听心啊，只有是听伫心腹底，对我无任何的行动。安尼我甲你讲哦，根本无人知影你是一个听心的人。有一个报道甲捌讲过吼，讲教会的存在是为着要互上帝迄个看袂到的这个听，会当互人去看到；互上帝迄个摸袂到的听，会当互人去摸到。最后所听学生约翰伫约翰一书4章20节，伊讲人若讲我听上帝，就是却怨恨伊的兄弟，就是讲白贼的。无听伊所看见的兄弟，就袂当听迄个看袂到的上帝。亲爱的姊妹，最后所基督教啊，伫这提比利亚的海边，捌3摆问的学生彼得讲：约翰的囝儿西门，你有听我无？咱的最后所基督今仔日嘛伫问咱呢，耶稣要问你讲，你有听我无？所以愿咱的回答，拢袂当亲像彼得一样，讲主啊，你知影我是听你的。所以我所亲爱的兄弟姊妹，咱若是真正听上帝，咱就要按照伊的法度去做。阿们。回应的时光，主爱的牧者。我所听耶稣基督，正正我主爱的牧者。随时错过的前途，甘愿跟对主耶稣，当主过来，天阳光来，我要甲主同行，伫高原我，当主过来。天过来，我要甲主同行，直到永远。我所听耶稣基督，正是我主爱的牧者。随时错过的前途，甘愿跟对主耶稣，当主过来，天阳光来，我要甲主同行，直到永远，当主过来。天过来，我要甲主同行，直到永远。我所听耶稣基督，
正是我自爱的国家。随时你带我的前途，甘愿紧跟主耶稣，等主过来，天天光来，我要甲主同行，伫高原我等主过来。天天过来，我要甲主同行，直到永远。我所听耶稣基督，正是我自爱的国家。随时你带我的前途，甘愿紧跟主耶稣，等主过来，天天光来，我要甲主同行，直到永远，等主过来。天天过来，我要甲主同行，直到永远。我所听耶稣基督，我所听耶稣基督，正是我自爱的牧者，将我主爱的牧者。随时你带我的前途，随时伊带我的前途，甘愿紧跟主耶稣，甘愿紧跟主耶稣，阿门。等主过来，等主过来的时阵，天天光来，天天光来哩，我要甲主同行，我要甲主同行，直到永远，等主过来，等主过来的时阵。天天过来，天天过来哩，我要甲主同行，我要甲主同行，直到永远，直到永远，阿门。请这点三，同心三角的祈祷。亲阿爸，爸上帝，我满心的感谢你。在今日这个忙碌的礼拜。愿透过这个《申命记》第6章，对第10甲第9节的教示，讲教示阮着爱尽心尽性，真爱听听主耶和华你的上帝。因为今仔日的教会存在，乃是要互上帝迄个看袂到的这个疼，当互看到，也要有这个上帝迄个摸袂到的疼。互人会当去摸着，那跳阮的主啊！根据你圣洁智慧的真光，会当照亮阮心内，也来开启阮智慧的目睭，互阮会通明白你福音的这个意义伫倒落。愿阳光归伫天父上帝。我能照着你言伫阮内心的大观念，从中足足来成就一切，超过阮所求所想的。阮同心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但这条牧师要甲你祝祷，愿天父上帝主来甲你面。主要所基督恩典，圣神保守的感动甲交通，甲亲爱兄弟姊妹同在，伫到见主的面迄日，奉爸囝圣神的名，阿门。亲爱兄弟姊妹，咱今日忙碌的礼拜，就才过一段落，望咱后礼拜，搁再伫空中见面。愿上帝甲恁三角弟弟，收使你有一个平安的心，
再会，阿免。